大家好，我係東北醫療中心醫管部嘅護士，我係 Sylvia。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傾下另外一個話題，高血壓。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呢個問題嘅。高血壓好多時候都係冇明顯嘅症狀，你未必會覺得頭暈或者唔舒服。咁如果冇及時控制好咧，當血壓長期處於一個偏高嘅狀態，就會慢慢損害我哋嘅血管，而大大增加我哋中風同埋患有心臟病嘅風險。所以唔好等到有病徵先去理，預防同監測一定要先行一步。咁我就想喺呢度分享一個我嘅真實案例啦。咁講到食藥呢，我之前就有去拜訪過一位林先生。咁佢同好多朋友仔都一樣，好驚食咗血壓藥呢就搣唔甩，會上癮，所以佢之前都好排斥食藥。咁佢仲有一個好危險嘅習慣，佢覺得血壓只要係血壓量到高嘅時候先需要食血壓藥，咁量到 OK 嘅時候咁就唔需要食藥。咁後來我喺屋企又同佢解釋到嘅，咁血壓藥嘅作用咧係用嚟護航嘅，而唔係用嚟救火。咁自從佢明白咗正確嘅護理知識之後咧，佢就改變咗佢嘅做法啦。咁依家咧，佢每日都會喺食藥之前量血壓，仲會寫低每一次嘅血壓讀數，跟住按時服用藥物。結果點樣呢？咁連林先生依家嘅血壓狀況就穩定非常之好啦，控制喺130左右。佢成個人嘅精神都好咗好多，亦唔需要成日擔心會唔會突然之間中風。咁點樣先至為止係正確嘅記錄血壓呢？咁好似林先生咁，長者平時喺屋企咧都應該要定期去量血壓嘅，畢竟預防勝於治療。持續監測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喺屋企量血壓嘅時候咧，要保持心平氣和。最重要係寫低每一次嘅血壓讀數。咁樣做嘅目的係咧，方便你下次去同家庭醫生覆診嗰陣時咧，醫生就可以見到你呢個血壓嘅記錄。咁樣佢就可以判斷你依家食緊嘅藥物分量係咪適合你依家嘅身體，係咪有空間可以進行藥物嘅調整。好多人好似林先生之前咁，以為食藥會上癮。其實咧，高血壓藥係幫你將血壓控制喺一個安全嘅水平。如果你可以好好咁配合適量嘅運動同埋健康嘅飲食，比如話控制體重啊，食啲減鹽嘅餐飲啊，當血壓回落到正常嘅水平嘅時候咧，咁醫生就會考慮幫你減藥，甚至係停藥嘅。咁所以藥物係幫你暫時去控制住你依家嘅血壓啦，等你有時間通過改變生活習慣去改變你嘅健康。咁如果你已經確診有高血壓，咁就一定要按時服用藥物，呢個係重中之重。千祈唔好覺得自己冇唔舒服就自行停藥，自己亂停藥反而會令到血壓反彈，對血管嘅傷害更加大。咁只要你每日 keep 住量血壓，詳細記錄並帶翻去俾我哋家庭醫生睇，咁你就可以好似林先生咁控制好血壓。咁如果你哋係東北嘅會員呢，可以去問我哋前台去攞一張記錄血壓嘅卡片，咁你就可以喺卡片上邊記錄，並且帶翻去俾家庭醫生睇啦。總言而之，高血壓雖然普遍，但係只要我哋認真對待，係完全可以控制得好嘅。咁最後都祝大家可以管理好自己嘅身體。咁多謝大家聽到呢度，拜拜。自2019年起 ，WellCare by HealthNet 攜手東北醫療中心一齊為舊金山社區帶嚟貼心又實用嘅紅藍卡醫療優勢計劃。呢項合作已帶嚟好多實際改變，長者透過東北醫療中心經驗豐富嘅醫護團隊，能更便利地獲得所需要嘅醫療照護。邁入2026年，呢份承諾持續不變，同樣優質嘅照護，同樣全面嘅保障。WellCare by HealthNet 與東北醫療中心細意關懷，與你共走健康之路。